各位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主，互咱阁来到这个圣日三甲伫遮来敬拜主，借着神的话语，借着伊的话语当中的启示，来帮助咱伫这个动荡不安的日子，我能靠主的恩典。心中有平安，有喜乐，有力量。圣经安尼甲咱讲，耶和华是咱的避难所，是咱的力量，是咱伫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咱伫这个时阵，咱靠主的恩典，通来得胜咱三甲来下头来祈祷，亲爱的主啊，多谢你是阮的天父，你是阮的救赎主，你是阮的神。除了你以外，阮无别的神；除了你以外，阮无一个依靠。亲像主，你怎样关怀阮，怎样保护阮，怎样甲阮同在？多谢你。上帝啊，伫这个动荡不安的世代当中，恳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圣灵的工作，互阮心中有主的平安，有力量，通来继续来向前奔跑，来荣耀上帝你的名，并且互阮一个忍耐的心，来听候主第二次，搁再降临伫这个世上。好叫阮我能得赎的日子，伫神的国度内面得到永远的福气。当然，阮也是为着伫苦难当中的人来祈祷，求主你叫醒因，互因知影世界一切拢是暂时的，只有伫上帝的爱中，伫上帝的国度内面，才是安全，才是永远的福气。阮感谢你，求主你甲阮同在。特别来帮助怀有需要的人，伫病痛当中的人，怀艰苦的人，怀忧愁的人，求主你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一个信徒人来帮助因。阮安尼交托伫基督奉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一切苦楚要告诉耶稣，我不能独自担当重负。我在患难中，主亲手搀扶，属主的儿女，主常看顾，要告诉耶稣，要告诉耶稣，我不能独自担当重负。要告诉耶稣，要告诉耶稣，唯有主耶稣，他能帮助我一切难处。要告诉耶稣，他是我良友，慈爱温柔，我都向他求，他必定拯救。主解决难处，主解我忧。要告诉耶稣，要告诉耶稣，我不能独自担当重负。要告诉耶稣，要告诉耶稣，唯有主耶稣，他能帮助。当试探来临，
看顾保护。要告诉耶稣，要告诉耶稣，我不能独自担当重负。要告诉耶稣，要告诉耶稣，唯有主耶稣，他能帮助。黑暗的世界，罪恶极深重，我心灵脆弱，不能胜过。我要告诉主，他能帮助我，得胜世上的一切恶魔。要告诉耶稣，要告诉耶稣，我不能独自担当重负。要告诉耶稣，要告诉耶稣，唯有主耶稣，他能帮助。各位的兄弟姊妹，咱今仔日所要讲的题目叫做“你要求什么”，英文是 What do you ask？ 还是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英文是 What do you want me to do for you？ 咱常常听到这话今仔日咱是活伫这个世界真无平静、真动乱的时节。有时咱出去外面，会拄着一件代志，拄着一件困难，毋知影要怎样做。譬如你去政府的机构要办一件代志，毋知影要怎样做；还是你入去餐馆的毋知影要怎样点菜。还是你伫路顶拄着一件困难，毋知影要怎样处理的时阵，咱这个时亲像一句话安尼讲，不知所措伫即款的情形，毋知影要做什么，毋知影要怎样办的时阵，忽然间有一个人行过你，甲你讲什么？伊讲请问你有啥物问题我会用咧帮助你什么袂？咱常常伫本国咱常听到What you want me to do for you？ 还是 May I help you？ 我能帮助你什么袂？别人真好心看到咱有问题，伊来甲咱讲，我有法能帮助什么？这是真好的一项代志。当咱听到有人安尼甲咱讲的时阵，咱拄好伫困难当中，毋知影要怎样做，不知所措的时阵。忽然间听到即款的话咱心中得到一个平安咱来松一口气互咱得到真大的安慰有人来愿意来帮助咱伫圣经内面有一个人物伊也是拄着困难，有人向伊讲一句话：你爱我为你做什么代志？你要要求什么今仔日咱的经文就是记载伫尼希米书内面的一个故事。咱一方面讲的是一方面是读神的话内面所记载的代志。那么咱讲到这个尼希米是上尼希米伊是犹太人，伊的祖先伫主前586年BC 主前托这个这个帝国叫做巴比伦迄个王是尼布甲尼撒，拍入去犹大，然后将伊的百姓掠去，将城毁坏，圣殿的物件看抢去，金银财宝拢总抢去，百姓
拍死，怀身躯较勇的少年人，甲因掠去做奴才，掠去别个国家。那么虽然这个尼希米毋是活伫当时的时代，是伊的祖先去掠去但是伊是出生伫这个这个帝国叫做波斯的这个帝国内面。那么伊有皇帝有一家国王来统治因。那么这个尼希米呢伊伫这个波斯国出世的伊大汉的时阵就伫这个皇宫内面做啥物工呢？是共这个国王来捧酒的、倒酒的管理这个酒席的代志。所以伊的工作真重要，一定是互这个王真信任、真忠心的人，不然伊的生命会真危险。换当有人伫遐帮助伫咧内面那伊对伊的生命就真危险。所以这个人一定是忠心可靠、值得信任的这个人那么伊拄着一个烦恼的代志、忧愁的代志，到底伊的忧愁、伊的苦闷是啥物呢？圣经安尼讲，伫尼希米第1章第1节到第3节，安尼甲咱讲尼希米的忧愁。圣经是安尼讲，是波斯王叫做阿达瑟西王阿达瑟西王国语叫做亚达谢西王20年是基斯波月基斯波月，这个日子大概是9月至10月迄个时节。那么伊伫迄个王的城市伊伫苏珊城的宫中伫迄个皇宫中，迄个时有我的这个兄弟哈拿尼甲几个人对犹太来探访伊，我就问因，怀被掠去归回逃走的怀犹太人甲耶路撒冷圣城的光景情形怎样？伊就去问伊跩对犹太来的人，跩兄弟问伊到底迄个所在即阵情形怎样？第3节讲，因就对我讲怀被掠去归回的人伫犹太省拄着大灾难，拄着困难受到侮辱并且呢，耶路撒冷圣城的城墙被拆毁了互人拆毁去创歹去了城门互火来烧了。所以伊问伊对伊会知亲人对犹太来探伊的时阵，伊就问伊国家的这代志伊讲怀倒去的回归的怀人拄着困难咯互人侮辱咯迄个圣城的城墙互人拆歹去咯，石头真大块即互人毁坏去咯然后呢，迄个圣城的门互火烧去咯。所以伊听到这个消息，伊的心情怎样呢？第4节讲，伊讲我听见这话的时阵，就坐落来伫咧哭，悲哀归日，伫天顶的神面前禁食祈祷。伊听到这歹消息的时阵，伊心内真艰苦心伊就伫遐痛哭几日伤心几落日就伫神的面头前禁食祈祷那么伊为什么祈祷呢？伊祈祷的内容是为着整个以色列百姓，为着伊的祖宗甲伊家己来认罪
可能伊会想到说，敢若咱发生代志啊，阮的国家会拄着一无好的代志，是毋是阮以色列的百姓犯罪了，还是我的祖宗，还是我本身有犯罪了，才会低到即款的情形呢？所以圣经安尼写到伊安尼祈祷，伊祈祷安尼讲，伊讲耶和华天顶的神啊，大力可畏的神啊，你向听你受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提开目睭侧耳听你仆人明日伫你的面头前为你的众仆人以色列百姓来祈祷，承认阮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甲我的老爸的家都有了罪了。第7节，阮向你所行的是毋是邪恶就非常的邪恶无有遵守你借着你的仆人摩西所吩咐阮的诫命、律例甲典章。所以伊的祈祷毋但为着家己祈祷，为着整个百姓以色列百姓，为着伊的家族来向神祈祷认罪。所以伊就开始刷落去就怎样要来去以色列去犹太来办伊的代志。伊伫神的面头，伫这个王的面头前因为这个问题伫伊的心中，伊规落日拢无欢喜无欢喜，差不多有4个月伫过去一年9到下年的正月9月10月左右，9到正月有4个月的时间伊伫遐听候，伊也伫遐咧祈祷，伊也伫遐咧为着因的国家来认罪，所以伊的心中有做重担伫伊的内心所以伊的面顶想表露出这个忧愁的面相忧愁的面所以呢，伊就伫咧听候的时节听候什么听候神的时间，因为圣经安尼讲伊说有神的帮助有神伫咧帮助那么神的手伫遐咧帮助第2章第8节说，神的手帮助了伊。神要怎样帮助伊当要做一项大代志的时节咱就听候神的时间，神所安排的场合是啥物？甲神安排的一家人因的心情，甲因所讲的话神安排好势，有适合的时间、适合的场合，甲适合的人，叫迄个人的心情，你讲话迄个情形怎样？那么伊平时圣经讲伊说伫迄个国王亚达西王20年的时节，就是伫1月伫年3月1月的时节，伊伫王的面头前伫咧摆酒伊摕酒杯来互迄个王，伊讲伊素来伫王的面头前无有愁容就是无有艰苦心、无艰苦心的迄个面相人心内有问题、有重担的时节那久来个伊伫面顶一定会表现出伊的忧愁、伊的心内的重担所以迄个时节，伊咧共王伫咧捧酒的时节咧服侍王的时节伊的面无快乐忧愁的面互一个王看出咯，互一个王看出咯。圣经安尼讲，王对伊讲，伊说：你既然无有破病，
为什么你面顶啊带着树杨呢？树杨就是忧愁的面呢？啊，毋是啊，的确一定是你心内有愁烦、有烦恼的代志。这个无法通囥咯，伊就这个尼希米就讲王讲过伊即阵啊，以色列啊，伊的家乡啊，所拄着的艰苦的情形啊，伊的这个城墙啊，歹去咯，这个百姓出问题咯，伊的这个圣城的门都人烧去咯，伊心内忧愁啊，因为伫以色列人的心中啊，圣城叫圣殿啊，是代表神的同在啊，是真神圣的，真神圣，大家人着尊重的。那做那就出问题啊，等于说因的这个宗教，伊的这个信仰啊，就出了问题咯。所以伊真艰苦心，因在百姓是毋是犯了罪呢？伊伫要到上帝用在来刑罚呢？所以伊心中无欢喜啊。当向国王讲到伊的重担、伊的问题的时阵啊，你知影王怎样来回答伊的话啊？互伊听着去戆赢着，去惊去惊着，敢若王安尼回答啊？王怎样？伊先回答伊的王怎样讲啊？伊说愿王万岁！伊说我列祖的坟墓所在地啊，迄个伊的城会荒凉咯，城门啊，互人烧去咯所以伊伫我愁容啊，我怎样无法通伫面顶啊表现出快乐的，无法啊，所以我才有即款的无欢喜、无快乐的面啊。这个王回答伊，互伊感觉真稀奇啊！王怎样回答呢？伊说：“你要要求什么啊？你要要求我什么啊？从来王毋捌向伊讲到即款的问题啊，是神特别的安排啊。换当伊家己出伊家己的主意，讲王请假说。”哎呀，我真艰苦心啊！因为阮家乡干哪是拄着这问题啊！王啊，我要请假，我要解决我的问题，阮家乡的问题。你想，伊若安尼随便讲出来，王会听伊的嘴袂？王会答应伊的请假袂？可能啊，等伊讲出来，伊的性命可能是无保险咯，因为伊。为着家己的代志，随便请假，将王服侍王的代志，甲你放煞一边啊！你想王袂生气？你想王会允准伊去吗？但是咱看起伫这项代志顶面，神伫咧安排啊，真好势，时间、情形甲人的心情甲神伫遐咧安排带领的时阵，伊伫遐到甚至这个王讲出来这句话还是神。伫咧感动的，你要我为你做什么？那么尼希米伫神的帮助来面所以这国王才有法通讲出这款的话上帝的为伊开始来开路咯上帝开始伫咧带领咯。所以兄弟姊妹，当咱心中有问题，咱生命当中拄着困难的时阵，咱来到神的面头前祈祷，上帝就要为咱开路，上帝就要来带领咱，因为神甲咱同在。所以当这个尼希米听到这个王甲伊讲说你要求什么啊？这个尼希米就默默咧。向神的祈祷圣经安尼讲，伊是伊就默祷天顶的神伊就默祷天顶的神这是尼希米
听到这个好消息了后啊，伊毋是随随便便的就安尼讲出伊要要求啥物，伊也搁伫神的面头前默祷，求神引带，求神来带领，求神来帮助。当安尼啊，咱看出这个尼希米有这个听国家的心，听神的心，愿意有为神来做这款有意义的代志的时阵啊，那么神就咧带领，神就咧帮助。那么咱看伊的结果有做出什么成绩了后呢？咱看下面几点啊，咱就知影。第一点，尼希米将耶路撒冷的迄个城墙啊，来修理完工，修理好势。你知影用偌久的时间无？用52日的时间啊，来将这个城墙啊来冲好、修理好。几年前我捌去耶路撒冷，看到因的这个城，石头非常大块，真重啊！当时啊，要做这款的工作无容易，但是伊用52日的时间啊，将城墙冲好。第二方面，怀土人外国掠去巴比伦，掠去外国做奴才移民去迄个所在去掠去，落尾伊阁将因怀带倒来，回归故土，回归以色列啊，就带回百姓。第三方面，伊就是重修这个城墙了后伊个批迄个国王派伊做这个以色列的省长这个是一个真大真悬的官省长一共10年咧，当中伊做了真多的改革来说落去，还有啥物成就呢？伊查考查清楚。人口偌济，什么族有偌济人，伊敢点啊清楚也阁有来投放一家关卡区的人叫一家安排一家人来管理耶路撒冷叫伊管理好势。阁说落去，伫信仰方面这个尼希米甲另外一个人叫做以斯拉。以斯拉是这个文士，还是祭司？伫迄个耶路撒冷开布道会，因为当时人心涣散人心不安真散漫，对上帝的话语对律法已经真放松咯，无啥去注意咯。所以因伫耶路撒冷开分享会可能布道会、分享会来振奋人的心情。并且来宣读神的律法宣读神的律法，也阁有社会顶面一家贪污的代志，甲伊处理好势并且咧因伫遐集婚伊将因迄个百姓交外邦人通婚的遐无好势的代志，伊甲伊处理所以咱看伊伫短这时间当中靠着神的恩典，靠着神的帮助，伊可能来做了这些成就，实在是感谢上帝咱有可能对尼希米来学习一项属灵的功课。头一点呢，咱有可能看出伊是一个爱神的人，是一个听神的这个敬畏神的人，而且佫听神的工作。愿意修理圣城甲圣殿迄个城墙迄个城墙甲迄个城门的代志。咱有一句成语安尼讲爱屋及乌爱你的厝，你也是爱你厝内面的怀鸟，乌是乌怀鸟有时咱就起厝有一家鸟会歇伫咱厝内面古早时来看到。怀鸟伊也是会去爱怀鸟这个是意思是啥物呢？
就是当一个人，咱说听上帝，当时咱也是听上帝的工作，咱也是会听上帝的教诲，咱就听上帝所听的，在世间人啊，因为人无信主，因需要得救，因需要接受主耶稣，咱也是听在世间人，愿意将福音传途因，所以有一个听神的时间。第二方面呢，迄王问伊讲：你爱我为你创啥物啊？你备办好，你有计划啊无啊？伊的意思是，到底你倒去，你有啥物目标无？你愿意我帮助啥物啊？所以伊就祈祷伊就经过祈祷了后伊就将伊关心的代志，叫伊要创的代志，1、5、10个，甲因这个王报告，伊就照安尼做。那这个也是互咱一个警醒啊！如果咱人生无一个目标，咱就毋知影要达到啥物，咱就毋知影要为咱家己为着啥物祈祷。当神问咱安尼说你爱我为你做啥物啊？咱家己毋知影无人生的目标咱无从祈祷毋知影要祈祷啥物，毋知影要达到行到啥物地步，毋知影有啥物目标。所以每一个信主的人应该着思考来反问咱家己咱的目标，咱的人生目标是啥物啊？耶稣甲咱讲下面有几点互咱做一个参考。耶稣不安尼甲咱讲，你着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这物件拢要加添互恁咯。伊的意思，咱要追求这个世间的物质的时阵咱着先追求一个永远的上帝的国甲伊的义，在世间的咱所使用的，上帝拢要加添互咱。第二项呢，互咱想到咱人生的目标毋是孤单是在物质的物件。咱就想到说，咱人生的目标应该是有一个永远的价值的代志。咱要为主做一个永远有价值的代志，存到永远的代志。咱看世间人因所追求的，因所立的目标是啥物呢？好车、好厝、多钱、好名声有真侪在世间的物件、物质的物件，拢是暂时的利益真侪人是说我若是赚真侪钱，有真好的享受，我的人生的目标就达到咯，是毋是安尼呢？主耶稣怎样讲呢？伊对迄财主讲伊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的丰富人的生命好命歹命，有价值无价值就是永久还是暂时的，在人生在生命的代志是不在乎这个家道。家道的意思就是你家庭的情况是富裕的还是贫穷的，不在乎这个家道的丰富。咱也有可能看出世间人真侪真好业的人，但是心中空虚为什么呢？伊只顾虑到目睭前的代志，伊无迄个永生，无迄个永远的价值观。所以求主，互咱开咱的目睭，互咱看起迄个永远的价值是啥物？咱为什么活伫这个世间？以后咱要过伫迄个永远的，要怎样来面对迄个永远？佮说落去呢，咱就想到。咱伫这个世间活咧，求主互咱力量，互咱做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毋是影响别人歹的代志，咱是影响别人对歹变好，对黑暗变光明，就是来带因、影响因，来带因来辛苦，来明白主耶稣做因的救主。这个才是永远的价值，这个才是真正的，互咱会得到快乐这是咱着思考咱人生的目标，有一个guidelines
啊。那么，伫这个尼希米的这项代志顶面啊，互咱阁看出啊，上帝关心咱所关心的代志。咱人生啊，或者即个有真侪重担，有真侪需要咱关心的啊，咱愿意去做啊。咱有一件问题，有一件代志无法通解决的，咱真关心。上帝也关心咱所关心的。诗篇第138篇第8节安尼甲咱讲：耶和华的确要成全关乎我的代志。啊，耶和华，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求你毋通离开你的手所做的。即个甲咱讲，耶和华的确要成全咱关心的代志，关于咱的代志，咱所关心的代志。所以啊，兄弟姊妹，当咱拄着困难的问题的时阵啊，拄着重担来的时阵，咱就要来到神的面头前，才亲像这个尼希米有真侪在问题在重担，所以伊听去了后，向神认罪。并且来求神，神就为伊开路，接着这个王的恩准，接着王的说：“你爱我为你做什么？”来为伊来办成伊心中的在问题在重担。圣经毋但啊，伫遮记载说，有人问伊说：“你爱我为你做什么？”也阁有几个所在圣经啊是安尼讲有一个人啊是痴迷伫新约伫新约，这个痴迷伊名叫做巴底麦巴底麦的故事，记载伫路加福音第18章35节到43节，直到有讲到这个目睭痴迷目睭痴迷的。圣经是安尼讲，耶稣要行进耶利哥的时阵，有一个痴迷的坐伫路边，伫咧讨钱讨饭。36节讲，伊听见有真侪人经过，就问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因就甲因讲，伊说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伊就听着了后，伊就呼叫大声发讲。大卫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伊就安尼发，大卫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伫伊头前的人就责备，人安尼出声伊愈发搁较大声，都发搁较大声。伊讲大卫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伊就安尼直发。所以耶稣伫遐就徛咧，就吩咐叫人甲伊带来，到伊面头前来，耶稣就问伊，耶稣问一句话也是迄个王迄个波斯王所问的这个问题是：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我看感谢主我相信耶稣伊也是问咱即款的问题。当咱有大问题的时阵，伊也是安尼问咱，因为伊关心咱。那么这个痴迷的巴底麦就回答主耶稣讲：说主啊，我要看见。主啊，我要看见。因为伊的生命定伫这个黑暗当中做乞食要甲人讨钱因太过痛苦了。我要看见。耶稣怎样回答呢？耶稣说：你会看见了你的信心救了你，你的信心救了你，你会看见了这个痴迷的就立刻会看见了伊就跟对耶稣一路归荣耀互神，众人看见这项代志，也学罗神
也俄罗神啊。所以咱看这个痴迷的巴蒂麦啊，伊的故事啊，互咱也是学习到这个功课。头一项呢，咱看伊的代志，伊是一个痴迷的、真艰苦的伊是敬人，伊是乞食，佮寡痴迷啊。第二项呢，咱看伊的信心当伊知影耶稣要踮遮经过时阵伊就大声发，伊讲：大卫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无停的直直发即句话，即句话到底伊的目的是啥物？伊的意义是啥物呢？这个大卫的子孙伫旧约就是咧指向指迄个弥赛亚，弥赛亚就是要答应伫预言说将来要来拯救世界的这个救主啊，所以伊就大声发，所以伫这个所在，咱可能看见伊的信心当伊发即句话的时阵伊的心已经是相信主耶稣，叫这位要请主耶稣来帮助伊我相信伊伫这个时阵发主耶稣的名，就是圣经内面凡人呼叫主耶稣的名，就会得救佮刷落去。伊大声咧发，真侪人来咧乱做，毋能插毋能发的时阵，伊愈大声发，佮尽量出来咧直直发。啥物因为要祈求主的迄款的热心甲诚恳的态度互咱看出伊无惊一切的乱做，一心来追求、来祈求、来主耶稣。伊惊失去了迄个机会，失去了迄个机会。佮刷落去，耶稣对伊的评论说：“你的信心救了你。”伊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一个人要得生命要得到拯救是用信心接受主耶稣做伊的救主，得到永生，咱的罪得到赦免。咱咧行伫世间的路顶，也是需要信心，信靠主来帮助咱解决一切困难的问题。咱搁看，伊目睭一个看见了后耶稣甲因讲说：“你的信心救了你，你会看见咯。”伊一个目睭会看见，实际有啥物表现伊就圣经讲，伊是一路归荣耀给上帝。感谢上帝，主是值得称颂的因为伊救了我，伊帮助了我，互我目睭会看，伊得将荣耀归给上帝一家路边的人一家人听到伊的见证甲伊讲说伊哪行哪做见证真欢喜，归荣耀给神。还听见的人圣经讲伊说因也是赞美上帝。因也是赞美上帝。你看，一个人伫苦难当中，伊心情渴望主的时阵，来帮助伊的时阵主耶稣讲：“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伊心内知影，伊的苦衷，伊的问题，伊的苦难，伊就讲耶稣讲出来。伊的目标是：我要看见。当伊会看见时阵，伊就将伊的生命来交托主，将一生来荣耀主、尊地主。但是圣经内面也有另外一个两个兄弟伫耶稣要定12架以前门徒即在学生耶稣学生组织的时阵，这两个兄弟，一个雅各，一个约翰，来到主耶稣面头前，讲啥物伊说：“先生父子伊说：“阮无论向你求什么，愿你互阮为阮成全阮，为阮来做。”这两个学生来到主耶稣面头前，伊说：“阮来向你求什么，你为阮来做，愿你给我们做，为阮来做。”意思就来成全阮所祈祷的。耶稣问，耶稣就
讲啊，伊说你要我甲恁做啥物啊？你要我为恁做啥物啊？亲像这个巴蒂买这个痴迷的，耶稣向伊讲，你要我为你做啥物？耶稣也是讲这两个兄弟讲，要为你做啥物啊？那因两个就讲啊，伊说耶稣啊，当你得国伫荣耀伫天国内面的时阵啊，请你答应阮，一个人坐伫你正旁，一个人坐伫你倒旁，会做咧袂？耶稣怎样回答啊？耶稣无答应因的请求，因为因毋知影因所求的是啥物。耶稣讲：恁所求的，恁毋知影恁咧求啥物啊？耶稣佫讲：伊说伫恁中间啊，上愿意做头啊，就的确要做正人的仆人啊。咱伫这个世间啊，是属于主的家呢，毋是伫遮咧争权夺利，来追求迄个名声。人若要做头啊，应该着做正人的仆人啊。这亲像主耶稣安尼讲，耶稣讲，伊说我认主来，并毋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牺牲伊的性命，要舍命，要做真侪人的赎价做救赎因就牺牲伊的生命来拯救世间人。耶稣来到这个世间的目的就是安尼，所以咱属主的人，咱所人生的目标，毋是追求名声来追求世间的财，拢要过去啊！但是为着永久的、永远的价值就是做服侍人的工作。谦卑的上帝要互伊悬起来，要甲伊提高起来；骄傲的就要降低。咱看世间有偌侪即款的代志，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咱真有福气，咱是属于神的家里。咱有真侪问题，换等有一日，主耶稣问咱：你爱我为你做啥物啊？咱是毋是备办好咱家己？咱要怎样来回答主耶稣问咱的话呢？我知影咱有真侪问题，有真侪重担，有真侪顾虑咱就将一切的挂虑来交托神。有一首诗歌叫做《挂虑交托神》，英文是叫做 Care Chorus 我是将伊的歌词读这篇也是唱出来，将一切挂虑全交托，我将一切的重担放你面前。每次当我不知所措，迷失方向，我将一切挂虑全交托。大哥讲将一切挂虑全交托，将我一切的重担放伫你的面前。每一摆，当我毋知影要怎样做的时阵不知所措、迷失方向的时阵，我将一切的挂虑完全交托予你。我将一切的挂虑全交托。各位兄弟姊妹，你有挂虑啊无？伫这个现在动乱不安的时代，伫这个病情非常厉害的时阵，真侪人提心吊胆。你是毋是也亲像这块歌，将你的挂虑交托主呢？咱三合额头祈祷，亲爱的主啊，今仔接到你所予阮的信息，互阮知影你关心阮所关心的，你听阮，甚至为着阮要拯救阮来牺牲伫十字架顶。主啊，阮感谢你。虽然现在世界动荡不安，
但是阮伫主的内面有平安，因为主甲阮同在。阮有了迄个永远的生命，才着接受耶稣伫阮的心中。上帝就要按照你的永远赏赐阮永远的生命。你讲神疼世人，甚至将伊的独生囝赏赐予因，叫一切信伊的人无至到灭亡，反倒当得到永远的生命。你已经将这个生命来赏赐予凡相信主耶稣的人咯。多谢你，因此阮的心中就有平安。虽然暂时伫这个世界无平安，可能阮有一寡重担、一寡烦恼，但是主你互阮一个基督的权柄，人来向主交托。你甲阮讲，你将一切的重担来卸托神，因为你顾念阮。多谢你，阮有一款的天父，一款的救主。感谢你，求天父，你的灵伫所有的兄弟姊妹当中来安慰，做安慰的工作，来借着神的话语来鼓励阮，互阮有法通靠着主的恩典，有这个重担无惊吓来向前奔跑，一直听候到主搁再降临的日子。阮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